我嘛是真水真白水的果子，这是即马来啊当咧大出当着时，苗栗县大湖乡乡公所按算要办一个来啊的推销活动。今年因为气候影响，产量减5成，甜度共款超过12度。乡公所望讲办这个农产特产的活动，互在地休闲农场大家做伙相夹，做伙来斗销。不离个因为今年产量变较少，大湖来啊一斤的价销为20块已经起价30块银。农产品都陈列出来，相信。大湖村内的果肉透青白雪，阁幼稚，民众食了后拢讲真甜，一喙接一喙，安尼一直甲啜落去。毋过行入去果园内底，看到这个来啊树顶悬的土地啊，嘛无偌济，无像逐永年安尼早就生甲2朵花啊。即马来啊的果粒嘛比逐永年较细，主要原因就是受到气候的影响。今年的主要受到天时做甲冻热来了后尾甲遇到冻雨。果农讲，今年来啊树接枝开花的时阵，拄撞到落雨水，影响到结果率，规个减5成左右。毋过加在较早有好技术，伊平均的甜度还阁伫咧12度以上，嘛因为产量减少，品质阁有较好。估计今年来啊的价销会比逐永年调较悬一丝啊。价格是没有大于1倍以上，只是大概1斤有20到30块不等的。为着协助农民行销，大湖乡公所嘛来结合当地这个休闲农业，伫个拜六甲礼拜来举行春来啊季的活动，邀请民众会当直接来这个产地来试这款好滋味、接真济的来啊，嘛通顺续来欣赏这农村的景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